分享书刊客家名录學院每日一行年新聞，由客家委員會補助財團方面建造文化基金會主辦客家插字社承辦嘅年度客家盛事第37屆全國客家文化夏令營，7月15號喺苗栗三義市府度假大飯店舉辦開營典禮。客委會主任理事顧秀輝強調，夏令營生態嘅價值唔單止係幫大家了解客家文化，更加重要嘅係提供一個並下數據嘅重新建立人同人之間連結嘅平台。顧主委表示，夏令營邁向第37屆，對第1屆嘅創新一路以來累積顛倒協客嘅傳統。客委會鼓勵每支持夏令營繼續辦理，期待本海太多人來認識客家文化，也需有晒付出嘅年輕味。廿1屆嘅營區規模排場，包含泡野同做成年野，總共有200人參。針對無同樣對象，規劃客家文化年新營同客家文化親子年新營，強調每年嘅世代傳承同參與共學。以上係客家名錄學院嘅報道。接下來會教大家見本日嘅每日一行年就係研習，大家來參加客家文化年新營，大家來參加客家文化年新營，唔好會忙啊，下禮拜爭來了。